文化語，你頭先話 symbolism 唔單止可以解碼文章，仲可以幫我哋理解一個人。但人心咁複雜，點可能單憑佢講嘅嘢就知佢內心世界？一句半句當然唔得，認識一個人始終要靠時間。不過如果你用電影嘅 symbolism 去理解，就會即刻明好多。每一套電影都有自己嘅世界，而導演好多時就係靠 symbolism 將角色內心世界拍俾你睇。例如 Forrest Gump 阿金正傳有句經典對白 ：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. You never know what you're gonna get。阿金講呢句説話嗰陣，唔係空口講人生哲理，佢真係拎住盒朱古力，慢慢講自己經歷過嘅人生。所以呢盒朱古力唔知係比喻，喺套戲入邊，佢其實變成咗一個 symbolism。人生表面好似甜甜地幾吸引，但下一粒係甜係苦定係有驚喜，冇人知。你睇導演就係用 symbolism 做心靈 X 光，角色未必要直接講我驚、我痛、我放唔低，但佢手上拎住嘅咩，口中成日講咩，畫面反覆出現咩，其實已經泄露咗佢內心最深嗰層。即係話阿爸成日講人生如夢，通過夢呢個象徵就可以知道佢點解咁鍾意發夢，甚至連佢內心深處對人生嘅感覺都可以透過呢個象徵睇到。冇錯，夢喺你阿爸嘅語言入邊已經唔單止係一個普通字眼，而係一個重要嘅 symbolism。佢可能覺得人生好似一場夢咁虛幻、短暫，又或者充滿唔確定性，所以佢先至會特別鍾意發夢，或者經常提起夢境。呢種唔經意重複出現嘅現象，往往最能反映一個人真正嘅內心世界。呢個就係 symbolism 最勁嘅地方。Metaphor 係你刻意講出嚟， analogy 係你用嚟解釋道理，但 symbolism 好多時係你唔經意流露出嚟，偏偏最真。